冇幾耐之前咧，我喺網上睇到一張相噃，內容咧令我有好深刻嘅反思。呢一張相咧係一個學生，佢上緊一個 AI 課程嘅時候咧影嘅。張相就影住導師講嘅一句說話，佢話：我最確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做 AI 已經做得很好的事情。呢句說話咧真係令我有好深刻嘅反思啊！大家觀眾可能都會留意到咧，我早前推出咗一個 AI 寫書課程。透過 AI 幫我哋寫一本書去宣傳我哋嘅個人 IP， 呢個 AI 咧同時可以擔任記者啦、編輯啦、寫手啦三個角色，寫得比人類快、比人類多、比人類好之餘啊，仲係24小時隨時候命。另外早前咧，我想將一筆資金攞去投資啦，咁好多人介紹過唔同嘅產品俾我，但我同一時間咧又將我嘅要求咧去問 AI， 叫佢建議我一個投資組合。結果我將佢嘅建議建立咗一個模擬投資戶口，大概2個月嘅時間，成績咧都合乎預期嘅。從呢2個小例子裏面可以睇到咧 ，AI 取代緊好多人嘅價值啊！咁究竟喺 AI 面前，我哋人類仲剩翻啲乜嘢呢？點樣先可以喺呢個 AI 浪潮之下維持競爭力，甚至乎駕馭 AI 去提升自己嘅競爭力呢？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，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。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呢，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頭先我講嘅2個例子，一個係寫書，一個係投資啦，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好殘酷嘅事實。喺純粹嘅邏輯運算、資料搜集同埋效率方面，我哋人類已經輸晒俾 AI 㗎啦。如果我哋仲係死抱住靠勞力去提升產能，又或者靠個腦去記嘢、揾資料等等，咁我哋咪就係做緊個 AI 導師講嗰啲 AI 已經做得好好嘅嘢咯。咁樣唔單止係事半功倍啊，直頭係自暴其短啊！咁問題嚟啦，當 AI 做到記者、編輯、寫手，甚至乎係投資顧問嘅時候，我哋人類仲剩低啲乜嘢呢？有啲乜嘢可以令到我哋冇咁容易俾 AI 取代呢？第一種呢，我認為係情感嘅連結。AI 咧係可以寫到一本邏輯好嚴密嘅書，但係佢寫唔到你喺創業過程之中每晚輾轉反側嘅嗰種心情。AI 可以建議你一個完美嘅投資組合，但係佢唔會明白你喺賺血汗錢嘅過程之中嘅辛酸。我哋人類最勁，又或者講暫時最難被取替嘅能力，就係共情能力。我哋可以透過故事、情感同其他人建立連結。當你睇緊呢條片嘅時候，吸引緊你嘅唔單止係資訊，仲有我嘅語氣啦、我嘅眼神啦，同埋我哋之間嗰種人對人嘅信任感啊。個人 IP 嘅核心從來都唔係 AI 幫你產生嘅內容，而係內容背後嗰個活生生嘅人啊。第二種人類暫時仲未可以高度依賴 AI 嘅呢，就係判斷同決策能力啦。AI 係一個好出色嘅執行者，但係佢永遠唔係最終嘅決策者。喺我嘅投資例子裏面 ，AI 係俾咗建議我，但最終決定撳掣買入、決定去承擔風險嘅嗰個呢，始終都係我嚟噶嘛。AI 係唔會知道你嘅人生目標係乜嘢噶嘛。我哋人類嘅價值就係在於去定義點解要做同埋做乜嘢啊，而 AI 呢，就係負責諗掂點樣做。咁點樣先可以喺 AI 時代保持同埋提升競爭力呢？面對 AI 呢股巨浪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哋唔係同佢鬥快啊，而係要學識借助佢嘅力量啊。首先我哋要由執行者轉型做指揮官。以前你靠對手做嘢咧都可能揾到錢嘅，但係你而家做嘢一定要識得用個腦去做。你要學識點樣去落一個精準嘅指令俾 AI， 點樣審核佢出嚟嘅內容，點樣將佢生成出嚟嘅嘢變成一個有靈魂嘅作品。你嘅競爭力唔係識唔識做，而係識唔識諗。而且喺 AI 越盛行嘅時代咧，越係識得深度思考、道德判斷、創意美學、人際溝通嘅人咧，先至會越值錢嘅。AI 係可以幫你寫書去宣傳個人 IP， 但係佢唔可以代替你出去傾生意、去社交、去建立真實嘅人際網絡噶嘛。呢啲屬於人際嘅、線下嘅、複雜嘅互動，先係你真正嘅護城河嚟噶。同時間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心態轉變啊！千祈唔好將 AI 當成你嘅對手，要將佢視為你嘅助手啊！例如我推出 AI 寫書課程嘅時候，我嘅目的唔係為咗俾 AI 去取代作家噃，而係想為每一個有夢想、有經驗、有知識嘅人，唔需要再俾繁瑣嘅寫作過程困住，令到你嘅思想、你嘅智慧能夠經過一個更有效嘅方式去傳播，真真正正體現翻你作為一個人嘅價值啊！喺呢個 AI 嘅時代呢，我哋千祈唔好再做一啲機械人做嘅嘢，反而我哋真係要變得似翻個人啊！我哋要懂得去感受、去連結、去決策、去承擔風險。
我哋唔需要害怕 AI， 我哋只需要確保我哋一直以嚟都係做緊嗰啲 AI 做唔到，又或者只有人類先可以賦予到靈魂嘅事情。希望我今日嘅分享會對大家帶嚟一啲嘅啟發。如果你中意嘅話就 share 出去俾多啲人睇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